秋天是苦力的时节，一般大家对苦力的印象如是田间苦力、糖炒苦力。我们看到的家家如是中国大陆进口的，不过也一般种在温带地区的作物，在台湾竟然也有哦。中埔乡客家人养、客家人口青多的蔬菜，也这个有全台唯一的苦力山手板，总共差不多50公顷，是全世界为土清大、山崎青做的蔬菜。同时，中埔乡嘅苦力唔系用糖，系用盐来炒，使得到苦力本地嘅香甜味。用鱼苗系贵闹嘅金黄色，故所很多黄金斑的，更多嘅山龟前一张眼，如本人主文强嘅归属分享。从此为让上能的呢，树当了就了解了个青色果子，看起来懂得一下，不过眼睛唔得咯。哦，就冇呢人哦。用铁这个冲狗一堆，树个果子就会跌下来，不过会注意是莫起伫树下。跳啦，我摸一大咧，你摸跌落跳啦，唔同啊，唔速度啊，樹嘅樹枝立一立嘅，睇工作嘅，陰陰咗啦，就冇家就天天咧過百嘅。你有冇去跌到過嗎？冇啊，我跌到啊，攏嘛加咁攏嘛喎。唔到好就咩下到，是為成本佔超多重要，連種了80年嘅農民都驚。大哥，連朝這邊啊！我都過來了。我看這砸掉呢。不過白塊料都係呢個青色果子，你除咗炒下醬，眼淚料就係秋天大家好食嘅苦力。中部是係全台灣檳榔最大產地，幫每轉為賣冇價，當農民都貴重苦力。啊，你陣何嘛冇講佢加個幾多山用，啊冇很多啦。啊，家叔好家山用，何先一路打唔係多啊，冇從牛人打很多啊。我摸一下嘛。做得啦，鏘鏘喺度學你啊！你冇睇啦，你你又鏘鏘喺度，叫冇重現啊！幼稚園啦，我冇重現啦，你看，而家我咁跳閘，我已經咁跳閘啦，係啊。江宜然中部鄉辦的種植面積大約50天，15年前中部成立全國體制站辦的三小班，每係兩下全台唯一。栗子其他地區應該是少量。但現在我們中埔鄉這個地區是算比較集中，集中的栽培。那因為數量一多，我們就會想到銷售的問題嘛，所以說才成立產銷班。中部種苦力嘅歷史至今42年，一開始是由林部主做，幫妹因協助林先生嘅林中心，勞力種技術冇事先分享出來，每張選出嚟見本意中部苦力嘅規模。這是我人講團學員的啦，我就摕來鬥種是種，我40多檔哦，嘿，這張民國60年前的啦。阿公，你當陣是講為地摕來的啊？伊是講佇阿里山的山骹遐摕去中圇種的啦。我若講伊種的是講，阮老爸還未出世，伊就種啊。可能有100幾年啊！係啊。集種類嘅苦力為博體為重現嘅好，大家咪係加拿活動多，手推個剪刀、蟹冇少睇辦好。較床遐阿伯咧，搭袂去動着這個60斤，正常攏只要2粒至3粒。2粒到3粒。嘿嘿。啊，你定定去有拄着無？袂啦，因為阮這做慣勢啊。我們剝好啊後，就用機器篩選它的大小，再來在每一顆都要注意到，看它的好壞啊，要把壞的撿起來啊，對啊。所以還真搞工的吼。哦，做搞工的喲。一顆一顆這樣看。對啊，幾乎都每顆都要看到啦，對啊。那要怎麼看？就像這個就是壞掉的，這個黑黑的有沒有？黑黑的會怎麼樣？就裡面已經花霉了。哦。嘿。這就是太久沒有撿到，因為它成熟都掉在地上。大粒至今200個月，中介86算係1號嘅高經濟作物。中部嘅苦力按照黃金辦理，
最珍贵，酱油真经系金黄色的。等到落整个炒落去就要逼开来，啊你冇整哦，炒落去要崩起嚟，几个肉几个拢崩起嚟。豆汁炒到稍稍过后，高冰苦力落去，苦力就会平平的泡起来，金黄色肉就看显现。啊，仲一夜炒好咧，都系钓鱼啊，腌切一啲。哦，都好哦。通炒哦，啲通炒啲系搭自己度煎条啊。哦，佢都煎条啊，捞一夜冇，啊一夜都水炸水炒啊。哦，啊佢煎条啊时间哦，差不多用到几百年嘛要啊，啊要到啲话就略一快啲嚟，以前就要唔用汤落去炒，啊要汤面是条啊甜甜，啊你用腌炒腌味啊。我们大部分都是在6月底以后就开始接受预约，预约因为量不多嘛，所以说到我们产期结束，大概是每年的9月底就产期结束了，所以说到9月底我们的库存量也几乎都没有了。不过苦力算系温带作物，中部沙丘村会采北非贵县之南，气候热会拍卖涨200公差变额，做嘛苦力就得上到安好呢。农民起来改良啊，本来拢种都系700-800公尺以上啊，啊而家改良到下来，那下来平地市状况啦，啊嗰种系鱼啊，嗰会大。经过选法，虽然克服了先天环境嘅限制，不过产量实一直无法度突破。农民讲，19年生嘅苦力树，今年生产大约19斤嘅苦力，食材唔多。不过，关于缺少研究农业科学专家，就算美国、日本嘅专家都是来讲，每次系欧诺推翻嘅两条农民唔简单，安逸嘅环境竟然仲系起来，大家无法度改变农民嘅问题。因为单位面积这么多，年产量还是维持在这些而已。哦，有些果树它老树了，它就生产量就会降低嘛。一般上我们是以落叶果树的管理方式来处理啦。但就是说，这还是要有一些学者专家来帮我们解决这个果树结果率的困境。中部嘅黄金板栗当年产量大约3万斤，卖到5万卖。系讲产量就得提升，黄金板栗天初为农民带来下台收益。本日咗黄金产业就下回发展，日本下到台湾民主是嚟到全境界本土媒。又路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插枝，感謝大家嘅收看。今日因新港鄉嘅板頭村喺推動社會茶停市過後，如沒落嘅，因多年來佢嘅社區工作者從建火茶站和打造咗全台唯一嘅高質剪染藝術村。下禮拜六向下嚟看板頭村嘅故事，我哋再會。